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哇，又再一次的在祷告会看见大家，真好，对不对？最近是梅雨季，我们就知道夏天要到了。看到我们的生活周遭，都知道神每天与我们同在。阿们吗？阿们。请你这个起来，跟隔壁的找5个人，跟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奇妙，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我们的神是可以超过万物的神。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是我们的宣告，也是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把我们的信心宣扬出来。我们一起来唱《恩典已降临》，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世界的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是的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是的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就没有难成的事。阿们。我们再从头来，谢谢。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世界的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一起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神的恩典已降临，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拍手，把荣耀、掌声归给神，依靠他没有难成的事。大家请坐，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没有一件事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论是患难，是难处，是挫折，是低谷，神都紧紧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成唯一的人，谁能控
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不论是患难，难道是困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他的独生爱子竟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我们是神称为义的，神称为义的人，谁能控告？谁能定他们的罪？神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难道是困难吗？难道是困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不论是高处的，低处的，不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都不能，都不能，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主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我们宝抱在你的怀里，就像你的儿女这样子疼爱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经历过哪一种患难，哪一种痛苦，哪一种挫折。谢谢你疼爱我们，因为不论这些事情，不论如何，都不要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紧紧的跟随着你，让我们透过祷告，让我们透过跟肢体的连结，让我们来跟随教会的带领，让我们来紧抓住神。主，谢谢你透过今年的祷告会，你要来医治我们，你要来恢复我们，你要来使用我们，要来呼召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OK， 好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还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也都平安这个平安有没有真的平安呢？感谢主来，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来，我们先来读2处的圣经节，好不好？来，一起来，来，我下看给你们，谢谢你们。
我所给你们的跟跟世人所给你们的不同，你们心里不要愁烦，也不要害怕。来第二处啊，来啊，你们应当一无挂虑，要在祷告中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上帝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借着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啊，今天晚上短短的时间哈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也算是我们一起来回顾来提醒一下哈。我们常常都在讲什么平安平安，对不对哈？然后这两处的圣经节其实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哈？平安呢是谁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所赐的平安哈。那腓立比书这边也告诉我们，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就把凡事都交给上帝。平安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好这个平安在讲shalom，这是一般人谁来称呼的？来上一页，引言的前的这个哈。好，平安哈shalom哈是一般的希伯来文的都称shalom，对不对？我们都晓得哈，平安平安哈。好基督徒当你接到电话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来应答？电话响的时候，一般人都说喂 ，hello， 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听到对方跟你讲平安平安，你就晓得说这一位基督徒，我们在应答电话都是说平安 ，shalom shalom， 对不对 ？shalom shalom 哈。好，人有平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哈那个平安就是一种心里面是一种平静安详这个平安也是所有的我想每个人都是一致的希望能够得到平安平安哈但是呢世间上所讲的价值，这边跟我们讲哈，它都是在称呼都在讲享乐啦、财富啦、权利啦跟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价值平安有没有一样？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讲的平安，它的价值跟一般人所讲的这种财富享乐平安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里面讲这个平安是包含一切的福分在里面所以主跟我们说，这平安是我的平安，这平安是我的平安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呢在爱里面，在主里面有爱，在爱里面我们就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可以晓得说，这个平安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跟一般所在讲的这种价值是不一样的。下一页好，那我们基督徒呢真平安我要提醒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来自于有几个层面，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属灵的层面，第二个就是心理的层面，第三是关系的层面。也就是说，这三个层面里面，如果你都很不错的时候，都很 OK 的话，你应该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平安。这三个层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到属灵的平安，对不对？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来一起来。耶稣说：“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里面告诉我们，连结跟主连结而有平安，很清楚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要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也是一切平安的根基。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平安的根基就没有了，就少了一个平安的根基在里面。上帝是我们一切平安的来源所以我们常常不要一直在只求平安平安，上帝你是给我平安，但是呢，我们却不离开上帝他所不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第一个层面属灵的平安
啊，你要跟上帝的关系，属灵里面要跟关系是对的。第二个呢，第二个层面是心里面的平安。我们同样透过这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哥罗西书3章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他说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你心里面，当我们一个人心情、你的情绪的平安都 OK 的时候，这个平安是由上帝的平安而来的。当我们跟上帝和好了，然后刚提到了得到了属灵的平安之后，让上帝的平安成为我们生命中圣经里面讲说跟上帝和好然后呢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也就是说，当我们跟上帝和好的时候，得到了属灵的平安，然后我们生命中呢有主的这种裁判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混乱不和谐的人生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好，这是第二个层面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没办法再引述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关系的平安。刚刚有提到这个关系的平安，第一个层面是属灵跟上帝的关系嘛，这个第三个层面就讲到人与人相处的平安。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来5章第9节，耶稣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好，这边特别跟我们讲是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就是说，在跟人的关系，你的平安你的关系也是要对的，你这个平安才有办法得到那个平安。所以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什么？属灵的层面，第二个是心理的层面，第三个是关系的层面这是三个层面基督徒要得到真的平安，你一定要在这三个层面要先 OK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谈一谈那我们讲这三个层面是 OK 的时候，我们接着要来看要如何怎样来得到这个完全的平安我要提5个要素来跟大家来一同来勉励哪5个要素来？第一个我们要读一下来，第一，要顺服上帝的法则；第二，要接受上帝的赦免；第三，上帝的同在；第四，相信上帝的美意；第五，上帝的平安。第一呢先讲到就是要顺服上帝的法则这边也提，我们要来读一下诗篇119篇第165节来，爱慕你法律的人得享太平，什么都不能使他们跌倒。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回答，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我父亲必定爱他，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所以第一个要素就是让他顺服上帝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写在哪边？都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都是上帝要跟我们讲的话，都是法则。那我们第一个，他说你要得到真的平安，你第一个你要顺服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话语你要去遵守他的话然后你爱上帝，跟他同在。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要顺服上帝的法则，这是第一个要素。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呢，接受上帝的赦免。约翰一书1章9节来，如果我们的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接受上帝的赦免。好，圣经里面这边提到我们要向上帝认罪。有人敢说我没有犯罪吗？不可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做错的时候。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你要接受上帝的赦免，要到上帝面前认罪，然后要接受上帝给你的赦免的时候上帝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当你接受上帝的赦免的时候，你才会有得到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看。来，依靠上帝的同在，依靠上帝的同在以赛亚书26章第3节，来，我们一起来。
上主啊，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你的人。诗篇46篇第4节，他说要停止战争，承认我是上帝。好，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依靠上帝的同在啊，你要把完全的平安啊，上主要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上主的人哈。这边要特别讲说，要停止战争，要停止这些征战啊、纷争啊，要承认我是上帝，上帝是我的上帝。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同在啊。第4个要素，来，我们一起来看，来。相信上帝的美意，箴言第3章5到6节，要专心信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他就会指示你走正路。相信上帝的美意，这是第4个要素哈，要专心信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常常我们人就是靠自己，靠自己，不要靠上帝依靠自己的聪明，先将自己的意识为意识，就来先做了这边特别要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上主的旨意为依归上帝给我们的话语都是好的美意，我们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美意，我们却把它当成是恶意，甚至于是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当你相信上帝的美意的时候，上帝就会指示你前面该走的是一条正路正路。最后第5个要素，来，我们一起来祈求上帝的平安。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来，再读一次，来，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这是第5个要素，祈求上帝的平安。回应刚刚我们腓立比书4章第7节跟第8节，对不对我们要一无挂虑，将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上帝都卸给他他因为他关心我们。当我们有那3个层面都 OK， 然后我们守住这5个要素的时候完全的平安你就会得到。阿们吗？哪5个要素呢？来，我们再来顺服上帝的法则，接受上帝的赦免，依靠上帝的同在，相信上帝的美意，祈求上帝的平安。阿们。我讲这5个要素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这5个要素？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今天晚上就会透过这些圣经来跟我们讲话，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的意见，都是上帝实实在在透过圣经里面上帝的话来告诉我们，当你要得到真平安的时候，你务必要这3个层面。第一个，属灵的层面要对，然后心理人跟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心里面的这3个层面对，然后又守住这5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完全的平安。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论也送给我们2处经节，来，马太福音11章28节，来吧，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再一次来吧，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诗篇27篇第1节，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呢？再一次来，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的呢？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劳苦背重担的时候，能够到神的胸前来到上帝这个所在他要将真正的平安赐予咱外面的价值那个平安不是真的平安，让我们信上帝不是就是一帆风顺，对不对不管什么患难什么背重担都会有什么时候遭患难我们都会有，但是呢我们就是
真平安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虽然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事、很多生病泛滥、难过没办法承担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真平安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可以度过。阿们吗？这边有2个问题的思考哈，请把眼睛闭起来哈，我们自己可以来思考想一下哈。第一个，弟兄姊妹，你心中真有平安吗？你的心中真有平安吗？思考一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然后你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平安？希望今天晚上透过这些的上帝的话语，能够再一次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当我们劳苦背重担的时候，生活上有很多没办法来承受担当的时候，记得到上帝的里面来在上帝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上帝要将这个平安送给每一个人，赐给每一个人。他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给你的，人在给你在更多的钱、更多的祝福的话，更多的陪伴，也没办法来代替上帝给你的平安，真平安。我希望我们心里面能够真有平安，将我们所一切的交托给上帝。第二个呢，请将你的重担忧虑都卸给他嘛，因为上帝他关心你，关心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独特的。在我们一生，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唯有圣经是我们的宝贝，唯有圣旨，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中保。耶稣也跟我们讲，来到我这里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让我们真正体会了解到，上帝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虽然我们都有瑕疵，虽然我们都有犯罪的时候，但是主说，我要把真平安赐给你。真平安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有平安，有喜乐，因为上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劳苦担重担、忧伤患病的时候，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意志，我们不要虽有悲伤，虽有难过，但是上帝要成为你最大的依靠。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当我们跟上帝有好的连结的时候，主要将真平安赐给我们。愿今天晚上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真的平安，我们就带着上帝的真的平安，充满了喜乐，快快乐乐的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让我们的家，让我们周边的朋友也因着我们有得到这个平安，这个福分，也带给我们周遭的朋友，也同样来享受这个福分。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阿们。神要把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肩上我的心，
生命再次绚丽。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立不住称谢。一首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持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立不住称谢。一首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持久。圣灵啊，求你来。圣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旨意，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绚丽。啊，我心不住赞美。我立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持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立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持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立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持久。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立不住称谢，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主的恩典乃是一生持久。请坐。接着我们要为世界、国家跟社会来祷告。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先为第一点来祷告哈，为天主教新任的教宗良14利奥14世了哈，5月8号已经顺利来选出他特别呼吁要尽一切的可能，尽快来实现真正的、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呼吁能够释放这些的战俘让乌克兰儿童回到家人的身边并对印度跟巴基斯坦能够来停火表示乐观
我们特别为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国会强行来通过这个争议法案所引发的这些的大罢免的行动总共有50位的立委被提出来罢免其中有30位已经联署通过第2个阶段我们求主来显明适任和不适任的这些立委，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因为国会正常来运作而日长久安，这是非常重要的第3点，我们特别为苗栗白沙屯的这些的绕境活动也反映出台湾民众普遍的宗教心理，也显出唯一的真理才能够真正安定人心，因为他们有没有完全的平安，就是缺乏完全的平安，因为他们没有上帝，他们没有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特别要祈求主将真理赏赐台湾人民建造出公义跟慈爱的社会的家园。好吧，我们特别同声开口为这3点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世界和平来祷告。天主教新任教宗杨14已经顺利选出，并向世界强权发出恳切呼吁，不要再有战争。他指出，当今世界仿佛正处于一场支离破碎的第2次世界大战，语气沉痛，盼望全球能终止冲突，重建和平，呼吁释放战俘，让乌克兰儿童回到家人身边。天父，我们持续为全球战火冲突之地向你呼求，特别纪念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求你止息敌对与仇恨，保守双方领袖有智慧和谦卑，选择对话而非仇恨。求你安慰因战火受伤的百姓，医治破碎的家庭，保护无辜生命不致受害。求主兴起教会，成为这地的光，在困难中带来爱的亮光与盼望。愿你的公义与慈爱充满列国，尽一切可能尽快实现真正的公正的持久的和平，使战火协议得以真正落实。愿平安临到两国，而因为国会强行通过争议法案所引发的大罢免行动，共有50位立委被提出罢免，其中30位已联署通过第2阶段。求主显明适任和不适任的立委，遍地罢免需要我们基督徒对国家及社会应持续关心及代祷，盼望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地跟我们的上帝同行。我们愿意做基督的精兵，与恶征战。我们愿做光来照亮黑暗，做盐来调和万物。我们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所立的目标奔跑。我们愿每个人活在主里，求主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所做的得以成全。我们也是一样为这份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愿主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使国家能因为国会正常运作而日长久安。接下来我们要为苗栗白沙屯妈祖绕行的民间信仰活动迫切来祷告。我们要宣告去绝一切偶像黑暗权势，弃绝一切迷信行为，
咒主权势，信靠主证明得胜过一切的凶恶。唯有真理才能使人真正得着平安，使人归向耶稣，更适合跨教会聚集的合一祭坛。主带领祷告，使属灵征战得胜，让主的教会更为合一。求主将真理赏赐给台湾人民，建造出公义与慈爱的社会国家。感谢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接着我们为教会来祷告哈一样有3点第一点，60周年我们全教会的退休会就要在本周6，就5月17、18要来举行了总共有5台游览车，将近有200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前往到台中、到彰化，然后到云林这等地我们要特别为这个活动求主来保守，所有的行程都能够顺利出入能够平安，恩典满满在这个活动当中第二点德国的宗教改革之旅和环岛第3梯次目前这个报名人数还不足成团没办法成团。德国之旅一团要多少人？15个，然后环岛呢？30个30个环岛不错我希望我们大家尽快来报名求主能够来带领感动有志者能够早日来顺利来成团呼吁我们大家可以来报名来参加。第3呢 A1 不是 A1 初信造就课程已经有60多人结业了A2 呢长大成熟也近有30个人来完成。我们求主继续来带领，便会有更多的兄姐能够来参与并完成装备课程我们为教会的公道这3点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为了这个6日的退休会来祷告，我们有5台的游览车要前往，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平安，也来保守没有去的弟兄姐妹他们透过线上的直播仍然跟主来跟教会一起同行。我们也为了德国还有环台的第3梯次目前都还没有达到一个标准，主求你来帮助让我们的教会的动员能够透过每一次的活动主来明了你的心意，主你对教会的看见。主我们也为了A1 跟A2 的课程有很多人的报名跟结业，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被兴旺起来来接受训练，来接受装备，来在这个当中来成为教会的一个很好的领袖。主求你让我们跟你一起来同工，谢谢主。听日天父，阮感谢你听见阮的教会经过第60年。这是阮教会有一个庆祝，有一个活动。阮伫遮伫即个后礼拜即礼拜拜6礼拜要举行全教会退休会有将近200名的兄姐要参与伫其中。求主你保守带领，互阮即个活动拢一切平安顺遂互阮搁一过得到你的恩典。我若相时，我若为着阮60年的推动宗教改革的旅游，甲环岛第3梯次的旅游因为目前的报名人数不足，无法当成团，求主保守互有感动的有志的会当早日来参与，互伊成团。那我若为着A1初信造就。有60个兄姐来结业，A2中大成绩，也有将近30个人来完成。求主你继续带领引带阮教会兄姐，当完成这个装备课程，互阮每一个兄姐的灵命拢会当提升，互阮的教会真做当勇壮，互阮的兄姐伫日常生活当中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互阮真做到这个所在的光景来荣耀主你的名。我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接着我们要来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好，为着让教会集体。好，我们首先要来为是林月香姐妹哦，是曼双干事的阿嬷哈，外婆好，已经96岁。好，那前几天好，因为肺炎还有尿道感染来住在圣保禄医院。好，那今天已经出院返家。好，也感谢主看顾保守。好，林月香姐妹好，那她已经在安养院住蛮长一段时间了大部分时间都隔离。好，没有办法去探视好，也求上帝保守月香姐好，她在我们迦南教会受洗，好，但是都没有机会到教会来求上帝看顾好月香姐，好，能够有主同在，好，也能够恢复健康。第二，我们要为喜乐小组的徐永春弟兄继续为永春兄来关心代祷。好，那他之前的这个手术这个口腔癌的开刀已经完成，好，但最近因为肺部感染又住院好，那出院现在又住院，那也有申请到的外劳好，但是还不适应，还需要有家人在旁边照顾好，永春兄的太太女儿好也都在照顾。好，也求上帝来看顾保守这个因传兄，好，伊会当好来得到上帝的带领，好，会当紧好起来，嘛好这个肺部的感染，好，会当紧完全的复原，也当来好这个活路来照顾，好，会当得到顺顺，好，会当早一日来减轻厝内对人照顾这辛苦。第三，为着喜乐小组的树理姐，好来代祷，好，伊进行有这个。晕眩耳鸣，好去检查，好疑似中风，好后来确定没有中风好确定无，好耳鸣是听力的退化，好而且从4月底好有改药物，好所以今嘛也改这个晕眩，好也已经得到好转了，好之前也有到这个土城医院好急诊，然后好几天，好那现在也继续需要弟兄姐妹好来关心代祷，好那他也在这边转达。好，感谢大家的代祷，好跟扶持。第四，我们要为家珍小组的申秀兰姐好，申秀兰姐是在我们5月份的圣礼典当中，好信仰告白，好，她要请大家来为她的婆婆，好曹嫩妹女士。好，那她的婆婆已经90岁，好，那几天前无法进食，好，然后也昏睡，好，那目前有醒过来，好，那也求主继续能够赏赐她有好的食欲，好有力量，也能够保守家人的信心，好，也与秀兰姐的全家人，好先生女儿同在，好，我们先为这4件事情好，一个是月香姐曼双的婆婆，好，然后永春兄、树理姐，还有秀兰姐的婆婆曹嫩妹，好，我们为这4位兄姐，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听完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这时阵要为着教会集体来关心代祷，要为着原乡者曼双的阿嬷，求神感谢你带领会当平安出院，也互伊会当继续来伫主你的看顾治疗，会当愈来愈顺遂，也互伊会当继续有这个信仰的生活，会当来跑走天路，也为着因传兄伊即马肺部的感染。在伊治疗中间，都有这个外劳在照顾，求上帝你也保守，和这个外劳的照顾，拢会当得到身心灵的坚固，也减轻这个因传兄甲太太甲查某囝的照顾的这个重担，也要为着受理者伊会当来得到上帝你的眷顾，也互伊会当平安来恢复健康以及即马所用的药甲伊的这个听力甲伊的这个晕眩，拢会当完全来改善。拢会当来好起来，求上帝你来看顾甲帮助伊。我也要为着秀兰的婆婆大官曹嫩妹女士来祈祷，求上帝来看顾嫩妹姐伊90岁也伫这个困眠甲食的顶悬，需要主你的帮助，也求上帝你来照顾伊，扶持伊，互伊会当来得到上帝你的疼惜。主愿感谢你，阮伫主的面前献上我的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月香姐、永春兄、树梨姐还有嫩妹姐来向主献上祷告求你保守他们，特别在住院或是出院返家的当中，求你继续看顾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不受任何的疾病的威胁，也能够有上帝的平安住在他们的心中，也在他们的家人当中，能够经历上帝的大能的医治。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第五，我们要为常文姐来祷告。好，常文因为压力还有身体免疫系统的失常，好，所以有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不适。好，愿上帝来看顾常文，保守常文能够身心灵得到医治，得到平安，还有这个皮肤好的这个免疫系统等等，好，都能够逐渐的好转，好，不会影响服事跟他的工作，好，都能够正常。第六，我们要为思雨的妈妈，好，连珠姐，好，连珠姐这礼拜天有来，母亲节有来很久没有看到她，好，那她有住院，好，检查有肺部积水的现象然后也有发现癌细胞的转移，好，那求上帝赐给连珠姐好有平静的心，好，能够来对抗这些身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面的担忧。好，那思雨也请大家能够为他的妈妈来代祷，好，特别在住院当中，好，跟这个临床的病患好造成这个干扰，也能够让他的头痛没有办法休息，好，所以求上帝看顾保守，让连珠姐在住院当中好能够有好的休息，好，以及也能够有好的治疗，好，也能够早日的恢复，好，有医生的看顾，好，让这个癌细胞肿瘤、恶性肿瘤都能够消失。第七，好，我们也为所有在癌症治疗当中的兄姐，为兄姐们来代祷。好的，有秀凤姐，好，淋巴癌，好，丽娟的堂姐，好，淑芬，好，是乳癌，还有佩文，好，是乳癌，还有阿秋的大姐，好，水仙是卵巢癌，还有家军的爸爸，好，罗金荣弟兄是淋巴癌。好，为着这些我们知道的，好，还有不知道的，好，或是我们身边家人当中，好，在癌症，好，因为这也是现代人常常面临到的征战也求上帝看顾保守，好，所以我们来为常文，好，为着连珠，还有为着这几位兄姐秀凤、淑芬、佩文、水仙跟金荣兄，好，我们为他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为着常文姐妹来祈祷，求上帝你来看顾常文，让伊的身体的免疫力这个系统会当恢复正常奉主耶稣的名来将伊身躯所有这病痛、艰苦，都要叫伊来消毒，来赶出去，来捆绑这一切这病痛甲艰苦，无来搅扰，也无来影响常文，也为着连珠姐伊伫肺部有积水甲癌细胞有这移转。求上帝，你来掌管主耶稣的保护来抓伫连珠姐的心中，也可以伫大院的中间无受到搅扰，也会当有好的困眠，也有好的休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愿上帝你享受伊大平安甲大喜乐。我们要为着秀凤姐，为着淑芬，为着佩文，为着水仙，甲为着金荣兄等等这兄弟姐妹甲阮这亲人朋友兄弟姐妹中间伫身躯得到艰苦病痛，也是癌症软弱的，求主你来看顾怜悯，也互阮除了医疗这治疗，医生的照顾，病医的照顾，也当靠信心、靠祈祷、靠上帝你的圣神的大气力，互阮对病痛的中间来得到脱离，愿上帝你帮助。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着常文、连珠，还有秀凤、淑芬、佩文，还有水仙和金荣兄还有我们所知道不知道的弟兄姐妹，在身心灵上遇到软弱，特别在身体上遇到恶性肿瘤、癌细胞的攻击的肢体们来守望代祷。主啊，你说喜乐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兄姐们都能够从心里面靠主刚强有力量，让他们在患难当中有盼望。主啊，让主耶稣成为他们
的避难所。主啊，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在每位生病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弟兄姐妹都能够来依靠你，心中能够刚强有能力。主啊，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因为你说，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来捆绑这些的恶性肿瘤、癌细胞的搅扰，奉主耶稣的名，将这一切的癌细胞要捆绑，要除去从弟兄姐妹的身体当中来赶除，让主的平安、主的生命能够释放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能够经历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医治，还有属天的健壮，让圣灵你能够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在座，以及为我们在线上，或是为着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肢体，再次来祷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欠缺，知道了我们的不足。当我们遭遇患难，或是当我们遭遇攻击，如同我们每一天所读的诗篇的时候，主啊，求你的话帮助我们，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还有路上的光。主啊，愿上帝你看顾、扶持、保守我们。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同心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还有这个代祷事项我们现在是56分好，那我知道我刚才看到我们今天代场当中我们要为那个宗义长老的女儿简千月，好，那她下个礼拜要在美国来结婚好，要嫁给一个美国人，好，那我们也很久没看到千月，好，宗义长老要去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好，那我们也为宗义长老来恭喜来祝福，好，不晓得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提出代祷事项的，好，有没有想到？大家都很平安，好，那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千月，好也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好，我们再做一起来祷告，再来唱这个会后的诗歌，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我为着中义长老伊的查某囝千月伊要伫后礼拜要伫美国来结婚要伫这个所在来建立伊的家庭。也愿上帝你也看过千月甲伊的翁婿会当伫主的内面来建立合主生意的家庭，也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带领，也保守中义长老因要去美国的行程主日平安，也为着阮伫教会内底遮的亲人，也是还未嫁出来的兄弟遮的兄弟姊妹，也求上帝你来看顾保守，也互阮会当伫信仰的道路、家庭的道路、婚姻的道路，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眷顾。愿安尼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好，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唱这首《脚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一步一步都有祝福，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就曲折着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主。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
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珠。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珠。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赏赐平安的神，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的平安。你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心中所要的告诉神。上帝所赐那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平安，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众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主啊，感谢让我们今天晚上透过祷告会的参与，也透过在这里彼此的为世界、社会、国家，为着教会、为着肢体的祷告，也为着我们个人，为着自己。愿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上帝你的话语继续的指引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夜间，让我们在清晨，都能够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早早领受上帝你的慈爱。这时候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到这里，我们彼此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好平安。